转变的力头伫你我的手。1945年，日本人战败离开台湾，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了后，这块土地就风云变色。1946年，教育处规定国级学校一律使用国语甲字体文。1956年，全面推动讲国语运动。台湾头到台湾尾，学校拢禁止台语。学生伫学校讲台湾话，会互老师处罚。这款文化清洗政策伫台湾强力实行无到半世纪，就特殊男性的台语已经倒伫消失的路上。去年，阮有机会参与“乐龄圆梦，美满无缺”艺术计划，学员爱55岁才会使参加。斟酌甲看，规班一半以上的学员拢是正港的台湾人，煞开喙合喙全华语。目下这款失根底的情形，希望阮无意外。不二个心肝头也是为强要失去的台语环境感觉悲哀。这互阮思考台湾人、台语人会当做啥？俗语讲，家己的公妈虽然败，现此时咱的母语当地消失，家己的母语家己顾，家己的文化家己保守。所摆我爱做我会当做的，影响的力头按平常时做起。我上课讲台语，心得分享讲台语，唱歌唱台语的，艺术创作加入台语文学，甲台语的元素甲思考掺入去。车边即阵阿兄阿姊因对台语早前的观感，互因体验台语无共的水甲美感。半冬落来，随下对台语拢有较正面的想法，成果算是真成功。随望过程有一寡人发出对价的声，我半听半甲放风吹，嘛是糜烂讲台语。因为母语若死亡，就真歹救转来。住伫即块土地，母语是咱的根，是文化，是生活智慧。若无去，代表一切消失。要推杀母语，对即款无骨的、搁失根底的人讲的对价声，毋免伤惊心。身为台湾人，爱有高尚的心志。推杀母语是保守咱的根，是伫为后代子孙拍拼。对的代志做就对啊。